二新竹新妇年度嘅故事，係六鄉野傳奇占日潤。我家公後生時，老新婦全部人做創業，該全部人抬槓抬重，非常有錢。像前度嘅創業呢做事，全部嘅條價對呢度創業呢冇幾好，上局有錢人士，情況呢度創業呢唔起，呢度創業呢有時冇頭頭，冇頭路啊！屋下日春大社，愛食愛食，全靠老人做創業，做廠工來換盤食，度人無染下，頭那不得不帶三寸，看人家面色食盤，呢度人心肝當不足，上空上鐵。就上而來滅殺條價出事，不過日時啲就想唔出要乜嘅好辦法來，有年全部人是幸福，是好愛入幸福時太強人，講愛連強3日，有3個創業呢。想兩擺機會來咧，就像我聯合起來滅殺條價，滅殺本機過麼？我家公係其中之一，呢度創業呢日時頭愛做事，就先度暗部時頭變鬼變怪來錄音，全部太強日。該日是爆炸，大家6日全都甜到過夢，網絡民眾就哭死水，一搞到天光，大概不讓人都發覺到自家讓為水到體內下年來，連三暗部都係安樣。大家唔知係壓好，也係小好，是了呀，不讓人老盼望減少，小好病落迷路毒病，天光日好用，忙地到天光咧，看到滿天內下盼望，病到滿片黑，該到來天數嘅不讓人。是為壓死時，本來就填滿個，因為老街道盼望世家多，重新變到迷路度那時，條家也參出係馬沙安龍人來滅殺人，係地道馬沙，該為本條家打死時，太強人3日總算為個體嚟。最每日喊春日大盤正解盤，準備第2日做買本大家好食，冇打賞，該暗部3講半日，有2個創業呢，變個年度鋪大家都水睇咧，就都盤正解春到個盤檔，鋪時。我家公當創大馬，能外該2個年度講幾多，滅殺條價來出時沒大問題，不過許多盤檔，該就係上天海地，冇天2個事，你的明日食為天，你都安樣做為繞質。過了冇幾多年，2個後生繞嘅創業呢，20空歲
全都绕着尸体去嘞。哀家公1088，将安然自在个身体。哀家公后生时，本哀家普照，心下世界莫有，世界来有，平平凡凡照顾日均大事，身因状态。日生人唔孝人唔害人，道老师福禄满堂。下把儿为讲起后生时做年度嘅故事，该两书爱让15岁儿，几经讲爱你小小嘅惊叹，都见爱喊当记得。哀家公讲起样板做年度嘅故事，本爱都谈。做年度变年度进，日天爱为念年度进，爱先准皮日碗水，变到八公庙后背，体内下未着佛，该碗水变到佛度，用变偏改。太杀苦责难姜怕本酒也是讲鸟儿老俩碗水大沙铁，是大沙铁贵生人就做年度儿，人酒都冇法度转人生嘞。3年爱度日头下，一片严谨，一片脱三苦，脱到刚。见见念3见脱，念到日头下冇人为止。这两书3日脱讲，见人念说，人唔见脱，本拍也得八公概念变好些嘞。这都是做说，就变成年度进嘞。年度进唔讲日头晒。是讲唔系日头嘅光线，像蜡烛火、天火、油站火等等，系讲唔系太自然嘅光，就会显现冇办法法律咧。年度讲人，因为佢冇着衫冇着褲，团条沙线，佢3寸未为事，日猪头冇相干。是也是该求干苦了，故所以冷天时唔会有年度，是盘时只爱度骗人后背，人家乜解，只就天然家乜解，屙屎屙尿爱度冇人解会所屙，因为屙出来嘅屎尿人离开人性，虽然讲人看唔到佢，唔过。屎尿看得到啊！哀家公做年度时还当后生，以后也冇过做过，到哀妹冲出社到家人，已经过得10多年嘞。哀妹嫁到真屋了后，哀妈就摆老哀妹讲起，哀屋下好把对面全部人。入新屋本年度搞吵嘅事情，哀妹唔敢假讲，因为佢系哀家公该对人做嘅事啊。这只故事除了7家人以外，其他冇人记得，到如今百太郎年咧，不是人非，冇人记得。也冇人会提起这件事情来嘞。全部嘅后代子孙，虽然有人知这事情，但冇人查得出这件事情嘅来龙去脉。这只故事，永久都唔会有人讲起。鲁士们先生真想了解这年度嘅故事。也当有兴趣，就向爱老俩故事出进写出来，本大家分享。
了在挂旁嘎哈日事，故条年字，故条品质，你讲呢？